心头。当你沉迷的时候，老师要唤醒你，怕你无法体会老师的心意。老师有时要锻炼你，又怕你受不了折磨而倒下去。老师有时想责备你，又怕你经不起这份责备，而对到三心两意，失去信心。每次见面，只有慰问、鼓励，给你们高兴，给你们打气。当你们佛心发现，要度人度己的时候，老师心中是多么欢喜。当你们天理与人欲在打斗，看你们内心在挣扎的时候，老师心里是多么难过啊！当你们要战胜自己，明心见性的时候，更是经过多少的坎坷。你们度人，不知花了多少心血，用了多少金钱，受过了多少的委屈，受多少毁言谤语，才有今天的成绩。徒儿们，你们都是道场的骨干，你们都是道场的全员，你们都默默的付出，你们都背地的帮办了，不能直接也就间接的推动法传。你们都远离父母，在外修道，找寻圆胎佛子，你们各尽各行。每一次看到了这些，无不叫为师我痛极心肝，怎不叫我泪湿衣衫？我是多么愧对大家，不能尽心的成全。希望你们要自立自强，希望你们在凡俗里做个榜样。我们不白过时光，虽一人景气多少苍生性命，看重自己，不需要堂皇，不需要受自己的爱章，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，让千万人安安稳稳地直上，让千万人沾到慈辉之光，让千万人
们坐下吧。突然来这招，顿感彷徨茫然。兔儿啊，会不会啊？妹妹徒儿入班，总是那么的诚心，又满腹愿力，但妹妹徒儿出班，总是那么的无法把持自己。道堂见礼，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？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？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？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？为师真想天天开班啊，因为徒儿们都只有在入班的当下，才能够感觉身心灵的平安。因为徒儿只有在入班的当下，才能激发智人勇的非凡。纵然是在这2天的课程当中，徒儿们听课的状态啊，大部分都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呢。徒儿啊，醒了吗？醒了。醒了吗？醒了。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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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过来，出来！告诉诸位徒儿们，一生之计在于少。说一遍，一生之计在于少，是在于少还是在于老啊？徒儿啊，一生之计在于少，不是老啊。
之计在于上。徒儿可有好好策划自个的人生啊？有没有啊？没做扔是没了，完了。一生之计在于上，为师想听听徒儿有何大计啊？说，有何大计啊？计划是计，还没做到没关系。老师想听听我们各伙伴有没有什么未来有什么计划？大计。大计划。不是计划，大计。大计。谈谈我们未来的大计。老师慈悲的看哪位伙伴要起来向老师。我们把头看看天花板，看看可不想出什么大计。老师此次是不是要我们希望像天花板上的圣人仙佛一样，未来的成就也是如此？那我们伙伴是不是要发个心？把头放下来。大计就免说了，但是出路可要找对呀。名师一直直而明路，这条路就是出路。徒儿啊，可有步步走在出路上啊？有没有？有。可有步步踏在出路上啊？亦或是喜欢逛逛大街小巷，好奇小道多花样，街巷弄都无法通向大道的出路。名师一指，就指这么一条路，就是出路。徒儿们把这两个字说一遍：出路。今日为师要讲的就这两个字：出路。徒儿啊，修道是修自己吧？办道呢？又喷子说一遍：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再一遍：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所以踏在出路上，徒儿左有同修，右有道伴，后有后选，前有前贤，是一个人走吗？故在出路的过程中，徒儿必须注意四部曲。这是今日为师要告诉徒儿的四部曲。出路之道，出路之道呢？一，写上一。何谓出路之道呢？一，相信是学道的出路。
为师修游戏三昧仪。徒儿说一遍。不是学界天人合一班吗？看来徒儿学的还是有限呐，承不承认呐？为师是修游戏三昧的，所以今日为师话不多说，就用游戏的方式让徒儿去体验真理。徒儿说这样好不好啊？好。第一题什么题啊？念一遍。徒儿别傻着了，相信是学到的出路。我是想先给徒儿猜猜谜语，开开智慧，怎么样？好，就细细听着了啊。题目是是圆不算圆，一点天盖先，中间细金线，自然露天泉，猜一步。知道答案的徒儿就静静地站起来。知道答案了的，想到答案了的徒儿静静地站起来。别商量徒儿笑一个，徒儿笑一个。在座徒儿看什么看什么，东张西望的，想答案呢。徒儿想多久就等于浪费时间多久，快点啊！是圆，圆圈之圆，不算圆。知道答案的静静别喊静静地站起来就好。徒儿想多久就浪费时间多久。是圆不算圆，一点天盖先，中间细金线，自然露天泉。诸位点传师徒儿们都知道答案了吗？知道吗？知道了没呀？知道了没呀？不知道就坐下，不
不知道还站着，是知道了的站起来，不知道的去坐着。徒儿想多久，就耽误时间多久。去找张椅子坐着去。站着的徒儿啊，会否觉得坐着的徒儿耽误了徒儿的时间呢？会不会？会。那就好。那就好。我是想，还是拿个苹果来咬，比较不会闷。为师永远不忍心放弃徒儿啊，也永远会给徒儿机会，只要徒儿肯用心，只要徒儿肯尽心。再来一次，徒儿们都坐下好了。换个题。看是否每个徒儿都能过关。换另外一题好了。一柱能擎天，一叶在坤前。枝叶之叶，曾在之在。带来了凉风，八宝送当前。第一题的题目也写上，写大字典，别照格儿里写。第二题的题目也写上，写大字典。是圆不算圆，一点天盖先，写整行的。是圆不算圆，写快点。
一点天盖先。徒儿啊，第一题、第二题，任选一题，猜到答案的徒儿静静地站起来。怎么站着的徒儿还一脸的疑惑相啊？答案不确定。实现已知，把反差擦掉2句。擦掉都2句都擦掉，全部擦掉。坐着的徒儿啊，给站着的徒儿掌声鼓励鼓励。站着的徒儿啊，徒儿心中的答案是对的吗？是错的吗？为师不问呢。为什么不问呢？因为只要徒儿站起来，为师就相信。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相信是学道的出路，什么葫芦？为师说了，不问站着的徒儿答案是什么，也不管对跟错，因为只要徒儿站起来，为师就相信你。是不是啊？第一个站起来的徒儿啊？是。就那么你也笑，我也笑，会心一笑，不就得了？第一题的主题是什么？徒儿们都坐下吧。第一题或许徒儿还没准备好。修道办道，随时应考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把心静一静，为师说了，为师不多说话，用游戏三昧来给徒儿启迪真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再问一遍，今日为师要说的主题为何？好，第二点，相让是学德的出路。
第二题，要如何让徒儿借着游戏来领悟呢？徒儿先静下心来，看看题目，领会领会。好，每个徒儿手上都有笔吧？有。都有笔记栏吧？有。现在1号对2号，3号对4号，就是找个伙伴，找身边的伙伴。这一题为师要徒儿玩井字游戏。什么是井字游戏？谁能将符号先3连贯就得了。谁能将符号先3连贯就得了。好，老师慈悲叫我们两个开始。玩游戏，玩井字的游戏，这个大家知道，圈叉大家都知道了哈。得的徒儿站起来，不得的徒儿坐着。知道井字游戏吧？知道井字游戏吧？谁先把符号3连贯就得了。得的徒儿站起来，不得的徒儿坐着。为师还怀疑呢，徒儿是用口画符号的呀，啊？好，都停笔。停笔，听这里。徒儿啊，是智慧不够呢，还是故意相让啊？啊？那不是很讽刺站着的徒儿吗？答个真正确答案给为师听。坐着的徒儿啊，是智慧不足呢，还是故意相让啊？智慧不足了。大部分徒儿答智慧不足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站着的徒儿啊，宁愿不要得，也不让吗？宁愿不要学得，也不让吗？那怎么赢来的？不是争来的吗？还协调呢。协调是跟为师协调，还协调呢。站着的徒儿啊，觉得自己能够站起来，是同修相让吗？是同修相让吗？站着的徒儿啊，觉得自己能站起来，是智慧很好吗？都坐下。
气是学业的出路。我要给为师准备一个无线麦克风2个。我先好好看题目啊，一个给坤道1号，一个给乾道1号。做学业要有相契的精神，如此积极徒儿，这下可有的考验了。再一个给乾道1号徒儿。来给为师写上注意事项：心心相契，连贯真理，别写2了。盛宴，前后一体，这是第3题。写好了，徒儿跟着念一遍：心心相契。牵倒的手，揽着小雨。牵倒的手，对思脚步。牵倒的手，行修道路。牵倒的手，不惊艰苦。牵倒的手。着小雨，牵倒的手，对思脚步。牵倒的手，行修道路。牵倒的手，不惊艰苦。
虽然前途有风有雨，事也甘愿忍受苦楚。牵倒的手，理想开创；牵倒的手，愿快乐。手揽着小雨，牵倒的手地事脚无，牵倒的手行修道路，牵倒的手不惊艰苦，牵倒的手。小雨，牵倒的手，地事脚无，牵倒的手，行修道路，牵倒的手，不惊艰苦。虽然前途有风有受苦楚，牵倒的手，理想开创；牵倒的手，愿快乐。叫岛的名，一句比一句痛。轻轻问岛你敢会行寒？为岛你走遍四方，付出全部真情，都敢知影，都敢知影。思念在岛身边。永远在照顾恁，上惊咱殊途情分拆散。道理将阮放袂记，事由我等待你，永远是你，永远是你。摇岛的名，望你会当真足疼。受到的路，希望你会了解，不是遐尼歹行。叫岛的名，事事要岛来作伴。受到的路，都是牵你斗阵行。思在叫岛的名，一句比一句痛。轻轻问岛你敢会行寒？为岛你走遍四方，付出全部真情，都敢知影，都敢知影。思念在岛身边，永远在照顾恁，上惊咱殊途情分。拆散，道理将阮放袂记，事由我等待你，永远是你，永远是你。摇岛的名，望你会
真足痛，受到的路，希望你会了解，不是遐尼歹行。叫赌的命，事事要赌来作伴，受到的路，多事牵你斗阵行。望你会当真足痛，受到的路，希望你会了解，不是遐尼歹行。叫赌的命，事事要赌来作伴，受到的路，多事牵你斗阵行。叫赌的命。望你会当真足痛，受到的路，希望你会了解，不是遐尼歹行。叫赌的命，事事要赌来作伴，受到的路，多事牵你斗阵行。受到的路，多事牵你斗阵。